讲道，细囝恁着敬畏耶和华，咱请庄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荣光的上帝，愿甲阮的囡仔同齐来敬拜你。为着阮的囡仔因要面对新的一个学期、学年开始，愿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因为你是真理的神，伫你的手中有活命甲道路。我要将阮的细囝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神充满着因一生的年日，愿你的圣神帮助因明白世间的事以及上帝的奥妙。阮的囡仔是你所赏赐阮的活命甲产业，阮深深愿因会通伫上帝你施恩造成，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用因的一生互主你来使用。愿你驾驶因人物一切真善美的代志，造就因的活命甲品格，互因有分伫上帝你的本性。恳求你赏赐因属天的智慧、智教，因会通伫这个地面上来运用地上的智慧，赏赐因信心、仰望甲仁爱的神，帮助因勇敢、正确来跟对你的脚步。无失落主你伫因生命中间所有美好的旨意，甲你的计划，互因一生敬畏上帝、听上帝、听人，也亲像家己。伫因一生的年日中间，互因享受上帝你所备办丰盛的活命，互因用感恩、用乐乐，跟对上帝你实行主你美妙的旨意。这是阮伫你面前诚恳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是开学礼拜，牧师要甲恁提起一件真要紧的代志，因为今仔日的讲道是为着所有咱的教会青年以及青少年所备办的信息。愿恁敬畏上帝。伫要开始解说圣经的话。来提起恁进前，牧师想要问这学同学一句话：你们喜欢上学吗？感谢主，有人讲喜欢，有的人讲无所谓啦，还好啦。有足侪无共款的态度面对咱的人生。牧师要甲恁提醒，你若清清彩彩，还好，不要紧。对今日开始，恁的人生就一直还好，不要紧，还好，不要紧，直到一生的落尾。那这恁相信吗？因为伫学校这个阶段，对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人生的起步。这个起步的态度若决定，以后的人生就决定。所以伫新人院的时，阮的老师拢甲阮提醒讲，你去教会的工作，前2年、前3年、前5年，就决定你一生的工作。这你敢想有这个意思？人生伫一个开始的时，若决定用什么种的态度，其实安怎正做就安怎修成。咱的囡仔伫这个阶段，恁伫这个阶段，伫学校内底，牧师用一个真特别的图片。虽然恁感觉好是一个插图，但是伊个插图是有意思。伊讲 play、learning、grow， 就是学习。就是游戏，就是成长。所以，学校内底，恁第一个功课是恁的本分，就是把书读好，不是用分数来决定你是不是把册读好。真正好的学生，不是证明讲我是有能力通考100分的，不是。真正好的学生，就是当深入去了解老师所讲的这个知识，以及知识背后要安怎使用。迄种的能力。第二，伫学校内底有体育课啦，有音乐课啦，有游戏啦，下课游戏。下课游戏毋是互恁去福利社去买物件来食安尼尔，毋是。其实伫学校内底所有时刻对囡仔来讲，这就是伊社会生活的开始，
您同意吗？伫学校游戏就是将来伫社会中间大汉的咱那个社交，搞一个应受。所以一个囡仔伊用什么种的态度去面对伊的学习，真有可能深深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所以有人讲毋通过度甲你的囡仔保护好势。你感觉你的囡仔去上课，真有可能互人霸凌、互人欺负，你就介意用什么种方法来保护家己？哦，人若比你较歹，你就爱比伊佫较歹。啊，人若甲你安怎，你就爱安怎。呀，这敢是上好的方法。咱的囡仔伫人生中间一定会拄到挑战、冲突、危机。咱无法度帮助咱的囡仔一生穿防护衣，但是咱会当教咱的囡仔有智慧、有正直的心、清气的心，来面对着伊所做着的做代志。所以牧师要甲恁提醒，恁伫学校内底所有的恁的学习，拢要成做恁将来一生真要紧的路用。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牧师要甲恁提醒恁真后背这句话：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认捌迄个至圣的意思，就是认捌上帝，圣洁的上帝，尊贵的上帝。一生尊这个看袂到的上帝，做咧恁的家族对恁的家庭中间真要紧的掌管的天父上帝，安尼就是聪明。牧师要甲恁解说，什么叫做聪明甲智慧？这种的解说是写伫剑桥的字典，英文字典，伊用英语写。伊讲智慧是一种的能力，聪明是一种的能力。智慧就是你怎样运用你的经验，甲你所有读到的知识。你读有册，无一定将来你真够运用这个知识。你有真侪经验，但是你的经验无一定是正面的，迄种的能量。所以这个字典咧讲，人的智慧就是怎样使用伊的经验，甲伊的知识，然后去做一个真要紧的决定甲选择。啊，这你感觉这有重要无？人生上行唔对路，人生上惊就是选唔对，上惨的，娶唔对某，嫁唔对翁，还是牧师唔是故意去带地去讲这。咱的人生有真侪真要紧的关键的时间，为着迄个关键的时间要来进前，咱需要有好的养育，有需要有好的准备，然后伫迄个决定若到，咱马上目睭就金讲啊，这是上帝为我备办。无毋对，我就安尼来选择，甲安尼来行。然后这箴言就是咧讲起智慧的开端，所有一切真理、智慧、选择的能力、判断的能力，拢是伫上帝。所以剑桥的字典伊内底伊安尼讲，伊讲智慧甲聪明有小可无共款，因是一体两面。聪明最大的无共款就是伊会当判断。做正确的辨明，我的老师甲我讲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毋对？教囡仔较知影老师讲对毋对？内底若有上帝相信，你就会知影讲，我的老师今日所讲的是真现实的想法，是真现实的知识。但是伫上帝面前无一定对，因为我的上帝有当时教我的，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哦，当然圣经无讲吃亏就是占便宜。互人会比人讲体较有福气，所以咱的囡仔伫这个世间就会通用上帝属天的智慧来使用这个属世的知识。兄弟姊妹，帮助你的囡仔，因为有一日，你愈认真来造就帮助你的囡仔，有一日，你要愈欢喜来看见你的囡仔一生所做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孩子们。一生中间上重要的，毋是考100分。一生中间上重要就是认捌牧师的上帝，你的上帝，恁爸爸的上帝。认捌这个圣经所讲，但是真困难看会到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开学礼拜，牧师要甲恁提醒，你若袂记牧师所读的圣经，但是牧师愿望你会记得一项，牧师甲阮讲。要敬畏上帝，将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有听到恁有人的见证讲，你读到一本真重要的册，你把迄个册放伫你所有册上明显佮上重要的顶端。无输在青少年时期，爸爸妈妈带我读圣经，教会长就带我伫高中一年对圣经对头教会一年的中间读一摆。对迄个时阵开始，我有一种真好笑的动作，我将我的爸爸签名给我迄本圣经，甲伊放伫我所有课本的上顶悬，因为我感觉上帝的话袂当互缀掉咧。我上帝的话其实嘛无需要啦，因为上帝的话无论你安怎，伊拢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囡仔就这样单纯，伊感觉我的上帝的话应该放伫所有的课本的上顶悬，这叫做敬畏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咱，兄弟。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饲；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生；爱你的囡仔好，毋是干那甲伊过度的保护；爱你的囡仔好，爱伊真捌。圣经中间所讲，人情世事；圣经中间所讲，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美好的旨意。主啊，你的旨意是甚么？圣经是一个形容词吗？上帝所赏赐咱是一个充足美好的计划甲旨意吗？那安尼，上帝，你伫我的生命中间，你的旨意、你的计划是甚么？人对出世到大汉，拢是一不断的找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伊的地位，甲伊要对我讲的，彰显伊的计划。人若会当愈早认捌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咱就愈长的时间。去发展你的生命，兄弟姊妹，你看到这张图，你想你的一生，咱对出世、学爬、学骑、学行、学走，到时你去读册排书包，迄个书包佮重到也要吼，人咱边人佮甲咱笑讲，读册是愈读愈册，后来第一顶方块帽，就感觉足了不起啊！对大学硕士、博士，有当时人读愈册愈袂晓，因为人读愈侪册，伊感觉伊愈高，伊感觉伊愈骄傲，伊感觉伊讲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有一日，咱会发现，咱开始有重担，小可的所有，因为伫工作的职场的顶端无事事如意，伫人的中间一山比一山高。伫迄个工作的职场中间，咱开始有挫折，咱开始有失望。更加严重的就是，有一日咱发现，咱的喙齿咧摇啊，咱会感觉咱的目睭聚焦的能力开始模糊。咱发现一样事实，就咱的身躯是上帝所造咱的，这个身躯是造咱100年，你若好好保守，好好用。你就会当有健康用较久，但这个身躯是上帝所造咱的灵魂，暂时活伫这个世间。有一些咱总是爱将这个身躯献给咱的上帝，你同意吗？就算做你无同意，你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那你兄弟姊妹，咱要甲咱的囡仔讲什么？咱生活的主张。咱的经验的解说，敢有正确？咱敢有真正用上帝的话，甲迄种可长可久，迄种的永远的存在甲活命，是一个真深度，是一个真久长，是一个真满足。就圣经中间讲的长阔高深，这种的满足，而且咱是用正向来解说人生的经验。也是用负面的角度来扭曲咱的囡仔，因的乐观，因的积极，因的迄种的充满了信心跟盼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的人生有一个 life cycle， 就是咱像咧爬山。伫人生的中间，真高走，真高行，就是青春的时阵。所以世间的运动选手通常拢是伫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
因为因的爆发力、因的恢复力、因的体能，拢是上强的时阵。但是咱的人生，伫这段期间，就算做你足够走，但是你嘛有错过一些让你觉得遗憾的。在咱的一生每一个阶段，拢有一生每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代志。恁伫读册的时阵，游戏嘛是学习，所以唔通咧游戏的时阵咧想你的课本，又不敢玩。但是在游戏的时，唔是读册的时，又搁咧想你的游戏，搁袂专心。人上惊就是伫唔对，伫一个时间做唔对的代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祝福恁的生命，永远没有那个遗憾。就伫你的每一个阶段，上帝的圣神，互你的感动，互你的引带，互你的邀请，互你的呼召。基督徒拢应该听有这个话。上帝呼召你做啥，上帝感动你做啥。圣经讲唔当消灭你内心的感动，因为迄是圣神的感动。但是有真侪人满满的感动，人生上界无欠的就是感动，上欠的就是行动。所以最出名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伊讲，人生中间有真多的感动，但是会晓使用感动的人无真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永无遗憾。就算这有一日咱需要爬落来楼梯，就算这有一日咱爱恭恭敬敬将咱的性命交献给上帝，伫咱将咱的性命交献给上帝时，愿恁、愿我、愿咱每一个人，咱的性命中间有一句，咱对上帝讲：主，我感谢你，我感觉我的人生真快乐。主，我感谢你，我的人生没有遗憾。呀，这阿门嘛？你讲牧师，你莫定定咧叫阮阿门啊？牧师叫恁阿门，毋是一个习惯呢。牧师会问恁讲恁阿门无的意思是讲，你感觉这种的想法好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担着主稳定的滋味。所以今仔日的诗篇34篇，恁对了，恁较好是对头到尾读一摆。因为讲来啊，试看主稳定的滋味。恁来试看卖呢？这杯若是咖啡，你啉落就知这杯咖啡；这杯若红茶，你啉落你就知这杯红茶。因为迄就是伊的本性。所以诗篇34篇讲来啊，试看，意思就是担着了后看的意思，毋是干那目睭目睭的看见，就是你着知影，你着明白上帝的滋味是好的，伊的稳定。是永远无欠亏，所以你就恨不得甲上帝讲：哦，上帝今仔这杯咖啡遮尔赞，搁互我一杯，一杯搁一杯，不是苦酒满杯。咱的生命，咱担着心中滋味。兄弟姊妹，人生有三项代志，恁真足想好，甲恁囡仔讲。人生上少有三项事，想好甲你的囡仔讲。因为你甲你的囡仔真诚恳讲上帝的话，伊的意思就是用你的肩胛头，互你的囡仔徛。你的囡仔若坐伫你的肩胛头，伊要看更较远，佮知影更较侪，伫伊将来也未拄着的代志，伊就已经安那受准备，伊准备要发展伊的生命。三项代志，第一，一个担袂着上帝稳定的滋味的父母，真困难教出一个死心塌地。要享受做基督徒的囡仔，一个不晓读圣经的父母，你真困难勉强你的囡仔读圣经。一个毋捌伫祈祷中间去感谢上帝，讲上帝我被砍得，但是你竟然听我的祈祷。担着主稳定滋味的父母，担着主稳定滋味的牧师，担着主稳定滋味的中职。伊的影响力大到无法度想象。第二项代志，真捌上帝讲的话，因为这个话要做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伫咱人生中间无欠缺感动，是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感动，其实
是包装的邪恶。迄个感动是要引诱人。恁看酒店，恁看卡拉 OK， 恁看遐个夜生活的所在，因为看板是毋是比所有看板拢较亮丽？为着要吸引人，甲因讲我伫遮。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活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父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囡仔咧爬坡的时，伫咧学爬的过程，你就开始慢慢陪伴伊、装备伊、发展伊，互伊内底的自我会当甲上帝的信心结连。无师父甲恁讲过一种祈祷，咱基督教较少安尼做啦，但天主教到即满2000年来拢安尼做。你捌看过电影安尼比无？什么意思？主啊，我将我的心思意念交托互你。主啊，我将我的毋是腹肚呢，将我所有的欲望交伫你的手中。主，你节制，你保守，你管理。主啊，我将我的感情、感性交伫你，信心、理性。我的感性，我的理性，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欲望。兄弟姊妹，对今开始，恁会使常常安尼祈祷。无论做大做小，最小就是这样子。做大一点就是人讲我毋是天主教徒，我开咧对天主教做，毋是。这是2000年来所有教会因为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就用这个动作来提醒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欲望，我的感性，我的理性，我要伫上帝的面前合而为一。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这种的祈祷来发展，伫你生命内底一种满足的喜乐。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徛起。愿至圣的上帝大大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祝福恁的宝贝囡仔。互因明白上帝的道理，或者请听教会青年注意听。伊讲细囝恁就听，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教示恁。有当时牧师讲较严格的话，有当时难免有的人对心中会感觉，你凭什么安尼对我讲话？或者如果那是上帝对你讲话，就不是凭着庄孝生这3字。咱作为主祭的时，有时候过于严肃，请你谅解。但是咱伫上帝的面前，敢毋是应该惊吓袅袅喘嘛？惊吓袅袅喘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到处浑身不对劲。意思就是，伫一个监察我、一个至圣的上帝，伫一个尊严的上帝，我感觉我袂堪定。我惊伊看到我内底隐藏的遐一寡。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但是上帝讲，我的目睭要看过义人，我的耳孔要听因的祈祷。阿门。愿天父上帝看过恁，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恁听。今仔日的圣经诗篇34篇第8节，诗篇甲最近咧查经的8福，就是山上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拢同款，所有记载文字的记载，伊的文体的方式，拢上祝福这个字放伫上头前。所以诗篇第1字、第1篇第1字，你若看中文，你就看无到第1字，因为中文是将因果颠倒过来讲，先讲因才讲果，但是诗篇是先讲果才讲因。伊讲何等的幸福！诗篇第1字是安尼讲，迄个字叫做 Ashre，A-S-H-R-E。希伯来语 Ashre， 这个字翻来到新约圣经的中间，另外一个字叫做 Makarios。伫所有圣经内底咧形容幸福，伫所有希腊时代希腊文的所有文学、哲学的文字的中间，这个字只有用来形容天上的宇宙宙斯所有这神明。
这个字无用伫人的身躯顶悬，但是耶稣该摕来用伫上帝所听的正经字。所以耶稣咧讲有福气啊，伊的意思就是，你是有福气的上帝的经字，你是有福气的上帝分别正线所拣选的人，就亲像代表讲，我何等的福气，无坐武万的人的位，无行歹人的道路，每日三思上帝的话，这个人有福气，因为因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生起来。愿恁读上帝的话，因为伫迄个中间代表讲，恁来谈看卖，试看卖，尝尝主恩的滋味，恁就要知影上帝是一个良善、美丽、亮丽、尊贵。咱嘛要知影，因为耶稣将这个 Makarios 就是幸福、满足的幸福，是完满完美的。放伫恁的人生中间，上帝无讲白贼话，上帝嘛无讲碰风的话，上帝所讲的话，就照伊的心意定着实行。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用这句话对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你这份的祝福。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拢无欠缺，是一种满足的幸福，是一种满足的人生，一种没有遗憾的生命。伊讲追求上帝的人，因无欠缺任何。这个讲无欠缺的意思，毋是讲伊啥物拢有，是讲伊无欠缺任何一项有价值的，伊无需要遐个无价值的，就是咱满厝间拢遐个玩具，也不如你拥有一项有路用、有价值的物件。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咱明白今仔日圣经新约甲旧约，甲咱画上等号。因为伫这个中间，保罗讲，保罗以有所思最要紧就是起造以有所教会，也是起造教会一个真要紧的范本。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天父上帝要将稳定平安赏赐恁，是对天顶来逐种的上帝的福气。是对天顶上帝所赏赐的福气。这个字毋是用 Makarios 这个字，但这个牧师会甲恁解说，伊用 Logos 这个字。但是牧师解说恁听的是，恁就知影讲，哦，原来知识、真理是遮尔宝贝，因为知识甲真理会带来幸福。伊讲这个稳定是满满的，这个稳定是充充足足的，这个稳定就是知识甲财物。要互恁明白上帝的奥妙，上帝美好的旨意甲上帝计划。咱追求上帝安静默想，通过圣经甲圣神的帮助，伫咱人生中有一个真要紧的期待，就是上帝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开我的心门，互我明白伊伫我一生中间伊的计划。伊爱我开什么店，伊爱我做什么代志，伊爱我努力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明白。今仔日伫以有所书第1章第3节、第8节、第9节，伊讲到这个属天的稳定。伊讲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伊是用这个 eulogia。logia 的意思就是 logos 的意思就是 logic。恁若对英语有兴趣的人，恁知影逻辑就是这个字。逻辑就是对这 logia 来这个字，伊的意思就是何等美好的真理。有这个有这个字本身伫希腊语叫做好的无比。好消息传福音，福音迄个字嘛是好的信息，也是用 eu 这个字好的。所以传福音的意思，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好的天使、好的使者 ，evangel， 上帝美好的使者，将上帝美好的信息，将上帝美好的真理，是属天的智慧亮光，
伊要高举我伫地上这种粗浅，开我的目睭，互我坐伫悬悬的宝座道路顶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充充足足的知识、聪明，也愿圣神将上帝的美好旨意甲计划。上帝感动你讲啊，感谢上帝。虽然我是一个草地囡仔，我的父母嘛真普通、真平凡，但是何等你疼我，你也互我有这种的能力，会当做这、做这、做这。主你互我一生中间是一个享受，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够野，我无欠一项会好。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所以结论无需要用两个祈祷。第一，甲主祷讲，主互我真正担着你稳定的滋味。我不爱做一个无认捌上帝，常常咧埋怨讲，这个宗教信仰实在低卡半手。反倒当咱要甲上帝讲，上帝愈济愈满足，主你的圣神愈完全充满伫我的生命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真做一个真正会晓有志教育恁的囡仔的父母。这是咱教会责任，无需决志，我嘛意识到我家己徛伫这个所在、这个角色的重要。我知影我无权利随便讲一句无下伫上帝圣经的话语，所以我真欢喜甲恁分享圣经的话。但是愿恁会通，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讲道。就常常恁会当安静，伫恁单独的时，搁较宝贝，听到迄个感动的声。上帝圣神常常是伫人的安静的中间做工啦。上帝圣神常常是伫你安静单独的时，要带你行伊的道路。所以帮助你的囡仔，陪伴你的囡仔，永远不会太迟，兄弟姊妹。有当时你即摆咧学的功课是甲你的囡仔做同学，你陪伴你的囡仔，带你的囡仔，因为无共款的人生的经验，对人生的经验的解说也无共款。愿天父上帝帮助恁，将上帝的话来解说你的人生，用上帝的话来看到迄个看袂到，将来永远活上帝应允。虽然咱人生亲像咧爬山，但是咱的人生伫每一个阶段，咱拢得到祝福。主祝福恁，主帮助恁，主互恁伫基督的中间讨这三项。你甲主讲，主啊，我要担着做基督徒迄种良善的快乐，我毋免人甲我拍破啊！我做任何代志，拢毋是为着别人的约束。是为着我感觉做你的囝儿，做基督徒，我本地就是应该安尼。伫我的婚姻，伫我的工作，伫我的课业，伫我任何单独的时阵，任何代志拢毋是为着别人，是因为我是上帝你的囝儿，我安尼生活，别人就知我就是你的宝贝囝儿。祝福我真侪亲像你的完全。所以耶稣咧讲起八福了后，伫八福最后迄个马太福音第5章上尾在48节，伊讲恁若照这8种的态度、这种的方法去生活，马太福音第5章上尾句伊讲什么？恁就要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的完全。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互恁内面咱的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真的。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圆满的，每一个基督徒内面拢没有遗憾。伫我这边有遗憾，因为这边是我的血气、我的欲望，但是伫这边有上帝的圣神点伫我的礼拜堂，伫我的生命内心的深处。兄弟姊妹，这个上帝若哪大，这个遗憾就哪被充满。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焦逼、充足、满满的知识、美意、智慧、聪明，赏赐互咱在座。第二个祈祷，牧师要邀请恁，好好
好好运用恁的生命。咱若伫生日的时，兄弟姊妹多数拢真重视。伫生日的这礼拜，我一定要做礼拜，因为我要甲牧师做伙祈祷。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生日尔，恁来甲上帝讨讲，上帝，我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有那个阶段的收获。求你帮助我，无空有感动，但是我手中抓袂牢迄个机会。机会就亲像水，一个足出名的政治家，伊写一本足特别的册，叫做《乌托邦》。这个政治家是一个英国的首相，伊叫做 Thomas More。这个人，伊为着伊所坚持，伊对英国应该有的信用甲执政政治的态度，伊写《乌托邦》Utopian 这本册上下册，伊也为着这本册得罪英国的国王，后来伊互国会判死刑，上断头台。伫要死之前，伊查某囝去家甲伊看，伊甲因查某囝讲一项代志，伊讲：我的女儿，你用你的手安尼甲水捧起来，你会当甲水留伫你的手中留偌久？伊讲人生就亲像上帝予咱的水，无论你偌认真要甲伊捧掉咧，这个生命拢有尽头。真伟大有良心的政治家，伊毋是干那为着理想死，伊留世间一个梦想，就是理想国。迄个理想国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上帝国，也即把握机会。写一本册叫做《小王子》的法国童话跟文学家修伯里，伊讲多数的人心中满满千千万万个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多数拢原封不动，因没有认真的将这个感动变做一个对于人生中间真要紧的选择，互伊的生命因为这个选择来得到意义。也再请您思考这个话：上帝圣神常常对咱讲话，这个话就好亲像咱去参加农会，去参加什么社团，啊，伫迄个年终的摸彩，吼，啊，伫买个中间摸着，有真侪物件你要甲探讨，甲有个感觉无彩，啊，你就原封不动，连包装嘛原封不动，你就甲放伫恁兜的仓库。啊，放足侪年了后，到尾若要义卖，你搁甲搬搬咧，搁甲摕出来。上帝互咱的感动，毋是即种可有可无、凊彩的。愿天父上帝圣神感动咱。耶稣伫圣经中间有讲一个譬如，这个譬如拄啊好，真适合讲今仔日咱要安怎不错失良机。耶稣讲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伊就叫伊的工人，伊就葡萄要收成啊，伊就叫伊的工人，伊的长工出去外口去叫人来做。对透早开始做啊，10点、11点，啊后来搁看到一群人营营伫迄个外面咧树仔骹伫咧安尼无代志做。这个长工就甲伊讲：“恁是安那徛伫遮无所事事？”这句话真有意思。咱真侪人伫咱的人生中间，伫每一个阶段，常常拢坐伫遐等，啊无所谓，还好啦。天父上帝帮咱，天父上帝圣神大大充满咱，互咱不只是还好，我要更好，我要最好，不是还好，要更好，要最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生命的中间。尼采是一个足认真生活的哲学家。伊讲，一个人若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下去，他可以胜过、赢过任何的环境三种代志。会当忍受无食饭，会当忍受30年、50年，过迄种真孤单、真丧乡。但是伫实验室的中间，对日时、暗时、暝时，尼采讲，一个人若知影伊为什么来活，伊就我都面对任何的压力、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因为看见头前有一个希望，迄个噩梦的光在带伊。
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相对爱因斯坦伊讲，人生活若无意义，绝对袂幸福。人生活若毋知为虾米来活，伊只不过过一日算一日，不但袂快乐、袂幸福，我嘛会当勇敢、认真甲你锻炼，讲你一生无能力，通真正的活下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荣格一个足出名的人格发展的心理学家，恁若做老师的人，我相信恁一定加减有读到荣格的生命发展的理论。荣格伊讲到两项，伊讲人生咧爬楼梯这个上半场，最要紧就是发展你内底的灵魂，互你内面这个灵魂真做一个满足，真做一个良心，真做一个知识。人生的下半场，你知影一项，你要交差，你要交成绩单，你要伫面前将你这个自我，拜托咧，你落来，把你的自我先放伫一边，然后甲上帝放伫真正细节的位。荣格讲起，人的生命发展有两项代志，第一项就是认识更伟大的对象，伊无勉强人做基督徒。伊讲，伫你的生命中间，任何个宗教，你需要一个比你更伟大的神。第二，互这个信心，让这个神发展你生命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是要成做真实的基督徒，只有甲上帝同行。咱的一生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甲上帝讲：上帝，我做未来，对今仔日，我将这间教会、将我的家庭、将我的一生，主你来掌管。当上帝掌管你的人生，你的生命会无同款。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圣神，请你进入阮的家庭，进入每一个阮的囡仔，使你陪伴因，你做因上大的保惠师，互因知对因出世，你的圣神就甲因同在。求你帮助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会当追求上帝你所赏赐阮信心、仰望甲仁爱，互阮试看你稳定的滋味，将阮的心内迄个埋怨、贪婪、欠缺，主你甲伊摕掉，将一切幸福甲满足，真实对你来放伫阮的生命中。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我们要静静听候，直到上帝你会完全踮伫阮的内底，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